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佩玲，好耐冇見啦。我依家懷孕4個半月啦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啲孕婦體態嘅問題啦。咁啊，肚仔慢慢變大，好容易咧就會烏低個身嚟去就翻，咁前邊肩膊就會縮短咗。咁包括你哋平時坐辦公室嘅時候都係好專注咁做一樣嘢，前邊都係縮短咗嘅，令前邊嘅肌肉緊張咗啦。今日我哋用一個伸展嘅方法嚟去伸展翻。咁啊，坐直嘅人啦，你哋揾張有靠背嘅凳，反手擺喺凳背上邊，兩邊。如果你覺得有難度，都可以單邊做嘅。慢慢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咧，坐直嘅人手踭向你嘅脊椎方向結埋一齊啦，保持呼吸，之後推胸口向前，微微嘅收腹，停留15到20秒，之後慢慢放鬆。如果你覺得咁樣扣住個手好難受嘅話，你都可以直接擺個手上去，兩個手扣埋一齊，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坐直翻個人啦，推胸口向前，微微嘅收腹。再有能力嘅話，將你啲手指合埋一齊，掌心對掌心，都係停留15到20秒，之後慢慢放低。咁咧，呢個動作可以做3次為一組嘅，咁你每日可以多做幾組嚟去舒緩自己肌肉緊張嘅狀態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